生繼續生存。自古以嚟一直引起我哋無限遐想，佢引申出一個重要哲學問題：乜嘢係生命？乜嘢係意識呢？生物學解唔解釋到意識係乜嘢？我認為呢啲咁嘅問題，科學係解釋唔到嘅。出世係咪今生嘅開始？無論喺科學或者係哲學上，呢個都係個難題。死亡係咪終結？我相信每個人都有前世嘅。意識研究有最新發現，人嘅意識絕對唔同大腦嘅活動嘅。仲有瀕死體驗，佢哋覺得意識脫離肉身，飄到身體之上，探究上世嘅記憶，某程度上都係實體嘅。一切將會令到我哋對生命改觀。科學界嘅觀感亦開始改變。呢場轉變將會帶嚟驚天動地嘅影響。創新破格嘅解釋不斷湧現。如果科學有朝一日成功用實驗論證神秘體驗，人類文明就會邁進新紀元。咁係咪代表我哋就快解開到長久以嚟有關生死輪迴嘅奧秘？我聽到我5歲個仔講佢太太同屋企人嗰陣，都有啲窒機㗎。克里斯對眼完全正常，但係佢會扮睇唔到嘢。事實上，平時的確係盲㗎。結果發現嗰啲係一種中古波斯，佢已經失傳咗600年。有班陌生男人入咗去，寫咗佢。佢個手指喺張相上面橫掃過去。睇到佢爺爺個樣嗰陣，就話呢個係我。心靈影像，簡單啲講，相信就係前世嘅記憶。要揭開輪迴嘅神秘面紗，首先要解開一個問題，就係前世記憶係咪真實嘅？任何人想嘅話，都可以相信輪迴，而唔需要任何嘅證據。對我嚟講，我一直都好好奇。乜嘢係真實？乜嘢只係有可能係真實？我諗咁係因為我相信科學，喺科學世代中成長，所以我唔中意單單因為人哋話真就信，或者我想相信就信。我希望我相信嘅嘢係有實質嘅證據證明到嘅。雖然有人會講笑咁討論佢哋嘅前世來生，但係對好多人嚟講，輪迴呢個概念可能陌生，甚至好荒誕。加上輪迴同好多人喺科學或者宗教上嘅信念有衝突，所以研究證明輪迴可能真有其事，令好多人都好驚訝。全球嘅科學家、研究員同埋學者都紛紛根據陰謀論，以嚴謹嘅科學考證方式解釋前世記憶。而用催眠方法誘發前世記憶，係指自願接受催眠嘅人，根據催眠師嘅指示，令思緒回到過去。呢個過程稱為回溯。接受催眠嘅人通常會回憶喺前世觸動情緒嘅經歷。我曾經遇過幾個小朋友，全部都記得上一世係點，真係犀利。後來佢哋返學，就好似俾人洗腦咁，唔記得晒呢啲事。去到20-30年之後，如果佢哋突然間諗起或者接受催眠嘅話，就可能會記得返。但係我同小朋友相處嘅經驗話我知，佢哋返學之前幾乎全部都有一啲咁嘅記憶，話我知上一世係個咩人啊，係邊個咧，同埋佢哋前世做乜。鮑曼喺佢細仔賽斯講返自己嘅前世喺美國內戰嗰陣喪生，就開始研究輪迴。佢仔仔嘅憶述好準確，
甚至得到歷史學家鑑定。1988年，我個仔當時5歲，開始好驚啲隆隆聲。我哋第一次察覺到係喺7月4號慶祝國慶嗰陣，放煙花嗰陣呢，有啲好大嘅隆隆聲。賽斯就好激動，不斷喊，完全停唔到。我開頭以為小朋友都係咁噶啦，所以就冇為意。但係幾個星期之後，賽斯喺泳池度又再聽到隆隆聲，佢又再次喊到收唔到聲。嗰時佢就話俾我哋知，係啲隆隆聲令到佢好驚啦。跟住落嚟幾星期，賽斯嘅情況越嚟越差，任何隆隆聲都會令佢好激動，佢嘅慢性濕疹亦都越嚟越嚴重。雖然佢右手手腕一向都有濕疹，但係當佢唔開心或者好攰，佢就會不停咁拗手腕，拗到流血。任何藥物或者保護措施都舒緩唔到。偶然我都會遇到一啲個案，佢哋經歷過某啲心理或者生理創傷，但係似乎都係同佢哋嘅今生或者童年無關。咁我就會提議，不如我哋試下催眠。包曼好擔心賽斯，加上一次機緣巧合下，一位催眠師朋友到訪，於是賽斯就接受咗一次前世回溯催眠。包曼對賽斯跟住講述嘅事完全不知所措。賽斯喺接受催眠嗰陣，詳細講述內戰嘅細節。賽斯被催眠之後，即刻見到自己係一個成年士兵。佢話佢匿咗喺一嚿大石後面，揸住支長槍，槍尾就係一把刀嚟嘅。我當時完全唔知發生咩事，不停喺度諗會唔會係啲兒童節目嘅內容呢？佢之前見過或者聽過啲咩呢？但係我係一個全職媽媽，而當時賽斯仲未返學，我知道晒佢睇過聽過啲乜嘢，所以我好詫異。賽斯繼續話俾我知，佢好驚，好唔開心，好亂，周圍都係煙。佢唔知佢射中咗邊個，佢一直都係用第一身嚟形容成件事，就好似親歷其境咁。跟住佢話：我匿埋咗一嚿大石後面，突然就俾人射中咗手腕。佢捉住右手手腕話：我暈啊！落暈之前都同好多成年人做過前世回溯催眠，佢知道賽斯係講緊佢前世嘅故事㗎。喺催眠師嘅鼓勵下，賽斯講得更加深入，仲講到前世性格同埋家人。賽斯話：啲人帶咗佢去醫院，但嗰度唔似一般嘅醫院，只係用啲柱撐起塊布搭成嘅地方，然後放佢喺張床度。但係嗰張牀其實只係一張硬木台。啲人幫佢包紮咗手腕，然後就叫佢返去戰場繼續打仗。佢好掛住太太同屋企人。嗰一刻我都有啲震驚嘅，事關我聽到我5歲個仔講佢太太同屋企人。雖然賽斯只得5歲，但係佢就好似一個成年士兵咁，講述自己係幾咁唔願意走上戰場，殺害其他士兵。佢同催眠師嘅對答就好似成年人一樣，好清楚咁講出時間、地點同埋佢嘅感受。賽斯繼續講佢嘅故事。佢話佢要返去戰場，啲人要佢企喺大炮後面。跟住佢話佢好驚，一路行過去嗰陣，路上見到有啲雞仔，仲有一架馬車載住支大炮。嗰陣佢就突然睜開眼，佢一路回憶成件事嗰陣都合埋眼㗎。喺呢次簡短嘅前世回溯之後，賽斯嘅濕疹問題同埋佢對隆隆聲嘅恐懼都有咗明顯改善。之後2年，賽斯都有記翻起其他前世片段。隨住佢嘅語言能力進步，佢可以更好咁表達自己。1991年，美國正同伊拉克第一次交戰，賽斯好唔開心，於是佢就去接受第2次嘅催眠治療。佢話當時係1860幾年，嗰陣係美國內戰，而佢自己係一個黑人，
賽斯好仔細咁憶述佢作為一個非洲裔美國士兵嘅生活，佢嘅太太同家人，佢被徵召入伍嘅過程，同埋點樣長征上戰場嘅經歷。賽斯並唔係自願入伍，冇準備去接受無情嘅戰火同埋大炮嘅巨響。好驚嘅賽斯發現自己身處喺戰場嘅大炮後面，突然間佢覺得自己喺戰場上漂浮。佢望翻落去，見到好多煙。佢話佢離開咗身體，我問佢去咗邊啦，佢答我話升咗上半空，望住眼前發生緊嘅嘢，仲好慶幸佢嘅生命結束，因為呢一生好痛苦啊！喺呢種狀態下，賽斯可以自由越過重重障礙。佢去咗探佢嘅家人，佢見到家人全部都安好，佢就可以安詳咁離開。所以我嘅結論係，佢有部分嘅意識仍然停留喺前世，因為佢覺得有心事未了。而家乜都講晒出嚟，佢終於可以放開啦。呢個方法令包曼嘅仔仔好返，令佢覺得好鼓舞。於是佢開始去記錄呢啲事，仲去幫其他人舒緩佢哋嘅恐懼同埋創傷。呢啲記憶係突然出現嘅，但係只要好好面對，佢哋都可以係一種治療。識別小朋友帶一啲乜嘢前世記憶嚟今生。如果回憶係正面，例如高智力或者同情心咁，小朋友中比較少見嘅，咁當然係好啦。而你亦都唔需要做任何嘢去改變。但係如果佢係帶咗一啲創傷後遺症，令佢哋恐懼，或者係一啲同創傷有關嘅行為，咁就需要處理呢啲記憶，令佢哋可以放低過去，繼續生活。我覺得咁喺我哋嘅文化中好重要，討論呢啲回憶應該成為常態，然後令家長明白呢啲正正係可以醫好小朋友心靈嘅靈丹妙藥。佢亦都解釋到小朋友性格問題，呢啲好可能都好困擾家長。例如點解佢哋會咁迷戀飛機呢？點解佢哋會咁怕水呢？點解佢3歲嗰陣就會坐埋部鋼琴度識彈巴哈名曲呢？前世回憶就解釋到好多呢類性格，而西方嘅心理治療或者心理學都解釋唔到嘅，真係唔得嘅。佢哋所講嘅前世記憶，可能只係受到催眠師嘅引導所產生嘅幻想。呢個講法當然有可能，對某啲個案嚟講仲係好大可能添。但係對一啲重要嘅個案嚟講，咁嘅解釋唔太正確，甚至係冇可能。2014年5月，印度嘅前世回溯治療師辛格調查一個個案，當事人同佢講，由佢細個開始唔知點解對桑迪普嚟講，刺激佢嘅意識，或者將佢嘅恐懼同今生任何事連結起嚟，都解決唔到呢個問題。於是辛格就建議桑迪普接受催眠回溯治療。透過催眠治療，我哋可以接觸到潛意識同埋其他唔同嘅思想層面，好似超意識、無意識，甚至可以去到更深層嘅潛意識層。桑迪普最初唔願意接受催眠，要佢嘗試一啲佢唔熟悉嘅嘢。佢首先要接受輔導。我哋叫呢個環節做催眠前討論。我會同對方傾偈，大概半個鐘至9個字，令佢哋嘅心理準備好去接受呢件事，精神上放鬆，發生咩事都放開啲。我哋唔想佢哋有任何幻想。桑迪普咁抗拒，令佢需要用更多時間，仲好難先至進入催眠狀態。
冇任何記憶可以即時清晰咁浮現。但係辛格經驗豐富，咁對佢絕對唔陌生。有啲對象係好容易催眠，但係有啲就睇唔到清楚畫面，影像好模糊。桑迪普終於進入越嚟越深層嘅催眠，佢開始講嘢啦。往事匆匆咁喺腦海閃過，然後佢見到自己嘅前世。佢今生係一個虔誠嘅印度教教徒，但係佢見到自己嘅前世係一個穆斯林少年，喺一間清真寺入邊做嘢。回溯催眠一路進行緊，桑迪普記得自己前世嘅名，佢居住嘅城市，仔細到連佢屋企喺邊條街都記得。當時係1873年，桑迪普開始清楚咁記起前世嘅其他細節。佢見到自己嘅朋友、女朋友，仲記得佢哋嘅名添。佢提到佢最中意去嘅餐廳同埋經常會點嘅菜。驚訝嘅係，桑迪普甚至記得就喺嗰一日，餐廳有佢最中意嘅嗰道菜，香料仲好多添。雖然種種嘅細節都令人好振奮，但係辛格揾唔到佢想要嘅資料。佢決定再進一步，希望可以揾到頭緒，知道點解桑迪普咁驚自己一個人。桑迪普終於睇到佢前世臨終前嘅一刻，佢準確咁憶述當時嘅感受，仲話佢嘅靈魂離開肉身，企喺了無生氣嘅身軀隔離。當佢嘅靈魂離開咗軀殼，佢睇到所有嘢，佢被帶到墓地，其他人喺度喊，然後佢嘅棺木入土等等。桑迪普即係當時嘅居犯，居犯已經死咗，但係冇一件事同桑迪普今生嘅恐懼有關。而家睇嚟已經冇乜可能可以解釋到桑迪普點解咁恐懼，但係辛格仍然決定要繼續回溯。經過艱辛旅程，桑迪普見到一個閃閃發光嘅人出現，佢好中意呢個人陪住佢，覺得好平靜，好幸福。辛格於是鼓勵佢先留喺呢個狀態一陣，畢竟佢已經好勞累啦。而桑迪普恐懼嘅秘密終於解開，嗰個閃閃發光嘅人慢慢離開，桑迪普覺得百感交集，佢求嗰個人唔好走，唔好離開佢。佢覺得好驚，喊住求嗰個人唔好抌低佢一個。辛格終於揾到佢要揾嘅嘢，佢即刻安慰桑迪普，解釋俾佢聽，呢個人係佢嘅指路明燈，係嚟帶佢去未來嘅旅程。辛格令桑迪普面對同呢個人嘅痛苦離別，仲令佢見到嗰個人其實係點樣。桑迪普終於安靜落嚟，辛格嘅工作亦都完成，而家係時候要叫翻醒桑迪普啦。我有好多個案，有啲人好驚火，有啲好怕水，有啲就畏高，有啲就怕黑。但係只要催眠佢哋，令佢哋見翻喺潛意識嘅畫面，然後喺意識層得到釋放，咁已經幫咗好多人處理咗千奇百怪嘅驚惶症。桑迪普終於可以放低呢個痛苦嘅記憶，佢醒翻之後覺得好精神，自此佢唔再怕自己一個人啦。Xenoglossy 呢個字係指擁有特殊語言能力嘅超自然現象，即係一個人突然識得講或者寫一種正常冇可能學識嘅語言。而家已經有好多記錄表示呢種特殊能力同前世記憶有關。除咗恐懼或者精神經歷，某啲技能或者知識
係咪都可以由所謂嘅前世帶到今生？上世紀90年代，惠頓研究過美國年輕人賈沃斯基。賈沃斯基喺接受回溯催眠嗰陣，形容佢前世係一個叫索爾嘅維京人。當惠頓指示賈沃斯基寫低佢記得嘅嗰段對話嗰陣，賈沃斯基寫咗22個詞語同短句，而賈沃斯基喺佢正常意識下完全睇唔明呢啲詞語。佢前世係講同冰島語好相似嘅古代斯堪地納維亞語，所以我就揾咗一個冰島人聽嗰段錄音，跟住佢就同我講，呢啲係好早期嘅冰島語言。惠頓將賈沃斯基寫低嘅嗰啲字交咗俾幾個冰島語同挪威語嘅權威專家睇，結果佢哋可以認出其中10個字係屬於古代斯堪地納維亞語，一種已經失傳超過700年嘅維京人語言。而喺另一次嘅催眠入邊，賈沃斯基記得佢另一個前世，佢今次係一個叫做漢道嘅美索不達米亞人。於是我叫佢用佢識嘅語言寫字，佢就寫啦。惠頓喺賈沃斯基記得自己係漢道嘅狀態下，叫佢寫低一啲簡單嘅字，例如兄弟、房屋、衣服等等。賈沃斯基揸住支鉛筆，好似小朋友咁寫字，寫出一啲又細又長嘅字跡。我喺美國國外圖書館嘅東面揾到一個識得翻譯呢種文字嘅人，結果發現嗰啲係一種中古波斯語，佢已經失傳咗600年。呢種文字除咗喺巴格達一個博物館入面幾個硬幣上面出現之外，其他嘢都冇。而賈沃斯基係從來未去過巴格達嘅博物館，但係證明到佢所寫嘅係中古波斯語，我都預咗會係咁嘅。究竟會唔會係賈沃斯基嘅潛意識識得呢兩種語言呢？賈沃斯基可以用呢兩種有根據但係失傳咗嘅語言嚟溝通，咁係咪代表真係有輪迴？